在里面呢！不要管我，快走啊！快走！哦！三姑，三姑！哎呀，牢房在哪儿啊？我乖孙子关在什么地方啊？乖孙子不要怕，爷爷来了。哎，三父，醒醒啊，三父！哎呀，哎呀！你不晕了？哎，你，孙子，臭小子！还好，我晕了。喂！他吸入了少量的毒烟，服了这解药就没事了。哎，小白脸病秧子一样，你看这细胳膊，这鸡爪子啊，这上下没有3两肉啊！你看看你这衣服啊，只是在摊上买来的假冒伪劣的产品，穷光蛋！我怎么能把孙女嫁给你呢？喂，谁说我要嫁他啊？那人也报了，嘴也亲了，说不定那身上都摸遍了。爷爷，你讲话文明点啊！文明语言就是一刀劈了他。文明社会不行杀人的。那不行，杀人我进他猪笼。那他都是为了救我呀。老爷，那叫救命恩人。老爷子，